台湾队长陈杰宪与统一狮球队3年合约期满，在12强赛后就洽谈新合约，过程中双方提出许多版本，终于在21日达成共识，签下10年合约，总价值2亿，将成为中华职棒合约总价值最高的球员，平均月薪高达140万，激励奖金3200万。首先，我很感谢就是统一球团，然后对于我的肯定，然后肯定我的价值，然后这10年约其实蛮大的啦。那我是觉得很幸运啊。那单纯用可能季赛的成绩来看的话，我也许不会达到这样的合约。那我也蛮感谢就是自己的努力，然后进到国家队，然后在那段时间刚好很幸运的打出好的成绩，那就有加成的效果啦。那我相信就是没有国际赛成绩的话，也不会有这样的合约。对，那也很谢谢球团，也跟球团说声辛苦了，因为毕竟这些事情都是我跟球团第一次遇到，因为通常的合约都是以季赛为主，那有一些可能国际赛的效益，所以难免也不知道可能实际上的数字是要到哪个阶段这样子，所以我很感谢球团的肯定与支持。那未来当然就是不变啊，就是我对场上的初心不变，就是我会一样很认真的在努力在场上，然后去表现，然后为球队去贡献，然后自己也不会松懈，因为毕竟有这么大责任。那我会继续在统一，然后把自己最好的表现展现出来。那也希望借由自己的领导能力，然后帮助到球队这样子。